年夜客家。新梦怡啊，今天有很爱茶，今天有去哪？哎，我上次啊有拿你的名片嘛，今天要出门想要坐车啊，就想到打电话给你啊。哎，反正都是同样坐计程车啊，坐我们哈嘎宁的车啊，还可以后哈嘎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我多练习讲客家话啊？好啊，冇问题啊。刚才就陪你讲客家话哦。今天要去哪？啊，你看今天啊要去太太医院呐。腿太医院？哎，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不是啦，没啦，是我啊有一个朋友，我要去朋友啊要看他啊，因为他前几天啊出查甫啊。出查甫？哦。该不会董转冲我啊？还好啦，哎，我刚开始接到我朋友的电话，我也是吓一跳哎。还有他跟我说只是轻微的骨折啊，哦，我就比较放心了。你还好伤人哦，视察还是视同奖，正经唔点危险呢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我朋友啊，那时候其实他是很守交通规则，只是被一个喝醉酒的人酒醉驾车撞到的啊？真的？嗯，酒醉驾车，这最可恶了。对呀，都不知道有多危险了。哎。所以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人可恶哦，他自己出事就算了，你还要连累到别人。还好我朋友被撞到的那个时候啊，他车速不是很快，所以没有受重伤啊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哎。那你朋友被撞伤，肇事那个人有赔钱吗？哦，有啦，他不只是付医药费以外哦，他还有付罚款哎。哎，现在酒醉驾车的罚款啊，到底有多高哈？跟某一天呢，看你醉到什么程度啊。那罚款啊，从15000K哦，都60000K哦。上司啊，不临检啊，被查到啊，该查直接调走呢。这么严格啊？罚款可以罚到60000K哦！哇，哎，这相当于上班族2个月的薪水，真狠。所以啊，喝了酒啊，最好还是不要开车的比较好。对呀，哎，如果所有的驾驶人啊都跟我一样啊，我以前就像喵啊，我看他们一定不会傻到酒醉驾车哦。所以各位，如果可以后哈嘎发。就可以跟司机大哥多多聊天，多多哈拉，可以多了解一些交通规则哦。根本嘅，台太医院，台太医院，查甫，好生意，好生意，赔钱，根本要去哪？根本要去哪？叫我立馬不拆穿。